我係個單親媽媽，日日為咗湊大2個女，我唔敢病，唔敢停，因為佢哋仲細。半年前急性胰腺炎症，痛到我暈低入院，病左手停口停，醫療費、生活費樣樣都要錢，迫於無奈要問財仔借錢度日，就越滾越大，仲要俾人屈數變咗過百萬，我點還得起？我每日都瞓唔到，驚債主上門追債，驚2個女冇晒將來。我試過想死，但聽到佢哋嗌媽咪，我點捨得走？政府同親戚都救唔到我，我節衣縮食打2份工，點解仲咁絕望？我真係好攰，邊個可以救我同我嘅2個女？